外国媒体讲，咱台湾的车路是过路人的地界，对于新疆者来讲哦，是愈食力。早起有新疆团体甲立委开记者会，指出讲6月时，有新疆者坐电动轮椅伫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外口摔断手骨，因要求政府要改善道路的设计，卖来提出国家赔偿。伫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外口的人行道，甲车道之间的关节落差有16公分左右。嘛，因为人行道甲车道的涉水相像，有坐电动轮椅的新疆者无注意到关节落差，为人行道摔落来，骹手骨落摔断去。它的那个步道跟车道之间，它其实是有高低差，而且10来公分的高低差，我就没有认为它会是有个台阶，所以轮椅直接就开下去，然后人就飞扑到街上。我会往那个中央联合办公大楼这条路走，是因为其实外面的人行道的状况更糟。我会采取第二行动的部分是，我会去提起国赔。林俊杰阁考说，伫迄时，阁是为着要去开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会议的路上，结果煞受伤，实在是真离经。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也讲，类似的个案不止一个。不论是人行道的边界，又或者是公车停靠区，又或者是社区活动中心的台阶，都曾经发生因为边界难以看到它的高低落差的情况之下，造成行人跌倒。那目前法制上是没有很硬性的一个规定，那未来我们会来讨论看看是不是要增加一些提醒的。营建署表示，伫讨论修法进前，现主时也会先发函予各地方政府甲机关，提醒若见到有类似的状况，要先用护栏等设施加强监视，维护过路人或者是新障者的安全。记者阮刘水台北报道。